聖經學者對聖經嘅睇法。嗱，我哋首先睇下呢個係講咩？耶穌研究會 Jesus Seminar 咧，係由200位聖經學者喺1985年組成嘅。咁呢個研究會咧，佢嘅研究咧同埋一般基督教信仰係唔同嘅。佢哋否定聖經中超自然嘅論述，用史實嘅方法去決定耶穌可能或不可能講過或者做過嘅事情。佢哋嘅研究成果咧，都係認為新約對耶穌描述嘅絕大部分咧，都係唔真實嘅、虛假嘅。瑪利亞因聖靈感孕生子嘅故事，更可能係抄襲其他宗教嘅。與此同時咧，研究會咧更提倡對耶穌嘅史實性研究。佢哋大約2年一次嘅聚會，民眾都可以參加嘅。呢個會咧去到2006年咧就停止咗活動，大概係41年啦。咁佢哋提倡有學術智慧7大支柱。第一咧，區分歷史上嘅耶穌同埋福音書中記載嘅耶穌故事。嗱，即係話咧歷史上嘅耶穌、真實嘅耶穌咧，同福音書所講嘅耶穌咧，可能係唔同嘅喎。第二，區分對觀福音與約翰福音。嗱，對觀福音係指馬太、路加呢3卷福音啦，佢哋都係講嘅嘢差唔多嘅。咁佢哋講嘅耶穌咧，同福音同約翰福音所講嘅耶穌咧係有啲唔同嘅。咁佢哋認為咧就係對觀福音嘅記載較為歷史性，而約翰福音咧較具靈性，即係 spiritual 啲。第三，確認馬可福音為首部福音書。嗱，佢哋認為馬可福音咧係早過馬太同路加嘅，並且成為後者的來源之一。嗱，呢度咧可能佢哋話馬太同路加咧係參考咗馬可福音，然之後再加啲嘢或者改啲嘢嘅。第四，佢哋認為咧有個假設性嘅 Q 文件啊。咁呢個 Q 文件係收集咗耶穌嘅語錄集嘅，而呢個 Q 文件咧已經失落咗㗎啦，唔見咗㗎啦。咁佢哋咧認為咧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所出現嘅嘢，但係馬可福音未出現嘅嘢咧，嗰啲來源咧就係嚟自 Q 文件嘅。咁有一位聖經學者咧認為咧耶穌係一位失敗嘅末世先知。咁之後咧就終止咗對耶穌嘅研究啦。咁咧到最近咧就又恢復翻對歷史耶穌嘅研究。咁佢哋認為咧福音書中講嘅末世異象咧係源自施洗約翰，而非耶穌本身真實表達。第六咧，區分口語文化同埋印刷嘅文化。由於耶穌生活並傳道於口語文化中，學者認為簡短易記嘅故事或語句咧更具有歷史性。第七咧，推翻舉證責任。佢哋認為咧要用證據嚟質疑呢個福音書中任何部分歷史性。所以而家咧佢哋覺得就係呢個福音書係經過咗徹底嘅修飾，有修改到嘅。所以咧而家咧係要更多嘅證據嚟假設佢哋嘅內容咧係有歷史性嘅。嗱，佢哋研究嘅方式咧就係有500個問題啦。咁咧然之後嚟投票，覺得呢啲係真嘅係假嘅。嗱，真實性嘅標準，嗱呢啲咧
有咩嘢佢哋認為真嘅呢？就口述性嘅福音呢，係耶穌死咗之後呢幾十年呢，就係寫出嚟啦。比喻嘅格言呢，同埋故事呢，最初都係口授傳承嘅。咁佢哋啲成員覺得呢，邊啲即係耶穌講啲嘢係簡短同埋易於記憶嘅呢？咁呢就可能係真嘅。嗱，例如係咩咧？馬太福音5章39節，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不要與惡人作對。有人打你的右臉，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。第二咧，信靠上帝。嗱，三卷福音書中咧有一段係長篇講話，耶穌咧叫啲聽眾或者啲門徒咧唔好憂慮啊，信靠父啊。咁呢個例子係咩咧？馬太福音7章7節，你們祈求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給你開門。嗱，頭先講嗰兩節經文都係佢哋認為係真嘅。咁呢啲有啲咩唔係真嘅咧？就不真實嘅性嘅標準咧。嗱，第一，自稱，即係如果耶穌話講關於自己啲嘢咧，例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咧，約翰福音14章講嘅咧，佢哋認為係假嘅。第二，社群議題。嗱，呢啲經文咧係咪涉及早期基督教社群嘅關注事項，例如傳教士嘅指示或者係領導層嘅問題？咁佢啲有引咗一段經文咧，就係彼得被稱為耶穌建立教會的磐石，馬太福音16章。即係耶穌同彼得講話，佢係你是彼得，我要將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嘛。佢哋認為呢節經文係假嘅。咁咧，佢哋都有講到耶穌嘅行為，佢哋亦都嚟投票嘅。嗱，有10樣嘢啦。第一，佢哋話拿撒勒嘅耶穌咧出生喺大希律統治時期。嗱，呢個希律王咧就係公元前72年前至到公元前4年，即係話耶穌出世咧應該係公元前4年之前嘅。第二咧，佢母親叫瑪麗或者瑪利亞啦，他有一位父親咧，個名可能唔係約瑟喎。呢度我唔係好明點解佢講話，佢肯定佢阿媽叫做瑪利亞，但係佢老豆唔係叫做約瑟咧。第三，耶穌出生喺拿撒勒，而不是伯利恆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佢哋覺得如果係喺伯利恆出世，而且翻去拿撒勒咧就好遠啊，即係兩個地方距離係100幾公里，咁係冇乜可能嘅。而且拿撒勒即係耶穌多數喺拿撒勒嗰附近長大啊咁啦，或者係傳道啊咁，所以佢應該係唔係喺伯利恆出世嘅。第四，耶穌係一位遊歷嘅賢者，與社會邊緣人共享餐食。嗱，社會邊緣人指咩咧？即係嗰啲譬如稅吏啊、妓女啊咁，佢哋耶穌係同佢哋食飯嘅。第五咧，耶穌從事信心治療 （faith healing） 啊，就唔會用古代醫藥或者魔法緩解現代被稱為由心理焦慮引起嘅疾病。嗱，佢係耶穌用信心治療，就唔係用藥嘅，亦都佢即係佢哋唔係好相信耶穌可以真係醫到病嘅，而只不過用信心嚟治療嘅啫。第六，佢冇喺水面上行走啦，冇用5餅2魚餵飽人啦，餵飽5000人啦，未將水變酒啦，未將拉撒路復活啦，即係話佢差唔多係否定晒耶穌所行嘅神蹟嘅。第七，耶穌喺耶路撒冷被逮捕並被羅馬人釘十字架，呢個都係聖經講嘅。第八，他被處決是因為公眾滋擾，而不是
因為宣稱自己是上帝的兒子。第九，控告是虛構的，耶穌並沒有從死裏復活。嗱，呢個好大件事啦！如果佢係否定咗耶穌復活嘅呢，咁即係新約聖經係唔使睇噶啦。第十，對復活的信仰係基於保羅、彼得和抹大拉嘅瑪利亞異象經驗，即係話佢話咧，呢個耶穌復活呢唔係真實㗎，而係只不過喺佢哋喺異象見到嘅啫。